再来看宜兰县的梅花湖风景区过去常常一档拢会当超过30万的游客，也毋过去年只剩24万人哦。县政府是表示讲已经有向中央来争取要建设环湖步道，卖办活动哦，让游客来佚佗。宜兰梅花湖风景区停车场空影影拢无车，附近坐电动车的业者就表示，过去部分平常时假日游客拢真济，迄时阵还阁定定出动警方来交通管制，即马煞看拢无。里面的内体的那种建设啊，可能也要再增强。它几城？一早从6城5城尔啦。骑电动车驶河是到梅花湖爱体验的活动，周边有真侪民俗咖啡厅沿休困，也有船沿坐，旅游模式是真侪款。不过，根据县政府统计，2022-2023，每日游客人数拢超过30万人，不过去年煞只剩24万人。当地观光业者怨叹，今年顶半年游客人数也是无转来。因为在活动上的稀少以及活动的数量不够，所以才导致观光人数越来越少。来这边增加一些属于这个像音乐会啦，或者是说市集啦，是讲什么艺术类也好。有民代指出，这近一年无新建设，县政府也无办相关大型活动，是旅游人气落差原因。跟交通部光署来争取相关的经费啊，不过经过评估的优先顺序来讲啊，我们之前争取的部分啊，并没有获得光署的支持。县政府表示，去年梅花湖游客人数减少，是因为地动甲风台影响，未来也继续向交通部观光署争取西湖步道等新建设，去评估情人节这大型活动伫遮办的可能。公司新闻宜兰报道。